你有冇問過人加拿大嘅生活穩唔穩定呢？其實大家都係香港人，我哋都喺一種不確定嘅穩定中生活緊。我最近去咗一次加拿大13日之旅，從風景到文化再到信仰，我見到嘅係一個好特別嘅世界。第一站我去咗溫哥華嘅 Rocky Point Park， 一眼望落去呢，就係一幅活生生嘅自然圖畫啦。海豹間唔中從水裏面冒出兩隻大眼，又有好酷嘅藍鷺靜靜咁樣等緊啲魚。你又知唔知道原來連垃圾桶嘅設計都好特別，係為咗防止灰熊能夠打開揾食。係啊，連垃圾桶都要防熊，咁係咪都算係人同動物共存呢？但文化衝擊呢，唔止係咁樣。去到 Granville Island 嘅 All-User 廁所，真係令我有少少嘅震撼。佢冇分男女，全間都係格仔房，我都唔知排邊度隊好。曾經都懷疑過自己係咪排錯咗隊呢？咁樣喺度呢，尊重每個人嘅身份好緊要，但係對於想教導下一代嘅傳統男女性價值觀嘅家庭嚟講呢，就一定唔容易啦。由溫哥華飛去多倫多，又多咗3個鐘嘅時差。每次去到，當地嘅朋友同我講，揸1個鐘頭都唔算遠啦。我心諗，香港揸1個鐘頭車已經揸到出晒界啦。去到 Center Island 嘅時候，我發現周圍都係印度人，仲多過好多白人。我開始懷疑自己係咪去錯地方呢？呢種多元文化真係同香港完全唔同。加拿大唔單止風景靚，而且容納咗好多唔同背景嘅人，大家一齊生活，可能都會有啲人會不滿嘅，但印度人就係生活喺呢度啦。並且曾經聽講話有一間屋住咗30個印度人。渥太華作為加拿大嘅首都，居然唔算繁華，設備又好似唔係好先進，甚至有少少殘舊。不過佢哋要起新嘅建築物嘅時候，都會喺舊嘅建築物旁邊起一座，而唔係拆咗舊嘅再起一座新嘅喺上邊。我朋友又話佢哋嘅資訊科技其實好犀利，係加拿大嘅矽谷。但係我就覺得佢講完自己都笑。咁我諗，會唔會先進係唔在於設備，而係喺人嘅涵養裏邊呢？喺加拿大你感受到一種慢但係有秩序、互相尊重嘅氣氛。就算行路甚至過馬路都係行人優先，但係行人呢又唔會橫衝直撞嘅。喺旅途中，我見到3代在家港人嘅故事。第一代70、80年代嚟嘅，佢哋嚟到升學，然之後工作，加拿大已經成為咗佢哋嘅家。有啲人甚至已經冇親人喺香港，將來佢哋都用旅客嘅身份嚟到香港，而佢哋嘅子女長大就孕育喺一個包容同埋尊重個人選擇嘅氛圍裏面。第二代係90年代嚟嘅，佢哋已經揾到生活嘅節奏，有事業，有家庭，仍係諗緊香港對佢嚟講都係返去香港。第三代2019年之後嚟嘅，佢哋為咗子女教育啦、社會穩定，放棄香港一切，重新開始。有啲仲未攞到永久居留權，但係呢就冇人浪費緊時間。佢哋讀書、打工、湊仔、打掃屋企，
每日都努力。有人呢，甚至為咗平咗2個3毫4嘅加元呢，就已經可以好開心 share 啦。呢啲細節呢，其實都好香港人。有一本書叫做《行旅》，佢裏面話行旅使我哋與人靠近，亦都使我哋放棄操控。佢又引用咗希伯來書13章14節，佢話：我們本沒有永存的城，而是在尋求那將要來的城。原來我哋一直以為移民係為咗穩定，但其實無論喺邊度生活，真正嘅穩定係你點樣面對變動。我見到好多香港人都學緊一樣嘢，點樣喺一種不確定中穩定自己，點樣喺流動中建立團契生活，亦都與上帝同行。今次旅程令我反思，在家港人其實唔係一個地理身份，可能係一種生命嘅狀態。學習放低控制，同一班同行者行一段未必好清晰嘅路。你又點睇呢？你喺加拿大定居過，抑或咧考慮移民？歡迎咧你留言同我哋分享下。如果好老土咁講，你中意呢段片咧，記得 like 訂閱我個 channel， 同埋撳埋個鐘仔。下次咧我哋再分享信仰、生活、移居一啲嘅反思，我哋叫不求甚解。